大家好，熱烈歡迎各位來到本頻道。今天咱們要深入探討一下中國房地產行業的重磅頭條，曾經的行業龍頭萬科，當下正面臨的債務危機。時間來到2025年12月13日，此刻的萬科依然徘徊在暴雷的邊緣。他首次公開請求境內債券展期，股債市場遭遇雙殺。信用評級更是被降至垃圾級，甚至傳出中央要求以市場化方式進行處理，不再進行無限輸血。這可不單單是萬科一家企業的困境，而是中國房地產市場長達4年危機的一個縮影。在接下來的視頻裡，我會從3個關鍵部分為大家全面剖析。首先是萬科暴雷的具體原因。接着是這一情況對各方會產生怎樣的影響，最後來探討一下萬科未來可能的走向。如果你喜歡這個視頻，別忘了點讚、訂閱並開啟消息提醒哦。話不多說，咱們馬上開始。萬科曾經可是中國房地產行業當之無愧的優等生，銷售額長期穩居前列，還有強大的國資背景。其大股東深圳地鐵持股比例接近30%，然而到了2025年底，它的有息負債竟高達約3630億元人民幣，超過500億美元，可現金卻僅有656億元，流動性陷入了極度緊張的狀態。那麼，萬科究竟為何會走到這一步呢？主要有以下4個方面的原因。第一，整體房地產市場持續低迷，銷售業績嚴重滑坡。自2021年恒大違約起，中國房地產市場便進入了深度調整期。3道紅線政策的嚴格實施，對房企融資進行了嚴格把控。與此同時，房價不斷下跌，購房者的信心遭受重創。萬科在2025年前10個月的銷售額僅約1000億元。與去年同期相比直接腰斬，前3季度淨虧損達到280億元，且預計全年虧損幅度還會進一步擴大，現金回籠嚴重不足，導致企業無法實現自我造血。第二，高槓桿遺留問題凸顯，轉型嘗試宣告失敗。過去，萬科一直採用高周轉、高擴張的發展模式，大量購置土地，並在多個賽道進行投資，如物業管理、商業地產等。然而，隨着市場環境的逐漸轉冷，舊項目的毛利率大幅下滑，再加上計提了巨額的存貨跌價準備，前3季度超過90億元，使得企業的虧損狀況雪上加霜。第三，債務集中到期，融資渠道嚴重堵塞。2025到2026年是萬科的償債高峰期，僅在12月就有多筆境內債券到期，例如12月15日到期的20億元，12月28日到期的37億元。萬科首次提出將債券展期1年，這一舉措導致債券價格暴跌超過50%，甚至引發了交易暫停，信用評級被標普降至 CCC 垃圾級後。銀行和保險公司紛紛拒絕為其提供新的貸款，甚至對舊貸款也要求提供抵押。第四，政府和大股東的支持力度逐漸減弱。在早期，深圳地鐵曾為萬科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，2025年這款金額已接近300億元，但到了11月底，傳出中央指示要以市場化方式化解危機，不再進行無限制的資金注入。深圳地鐵也隨之開始設置融資上限，並要求提供抵押品。這一態度的轉變表明，政府優先考慮的是避免系統性風險，而不再進行無限度的救助。綜上所述，外部市場需求的崩塌、企業內部的高負債狀況以及政策的嚴格管控，這幾大因素相互疊加，最終導致萬科的流動性枯竭。萬科可不是一家普通的房地產企業，它是行業內大到不能倒的標杆性企業。
一旦它出現暴雷情況，將會產生廣泛而深遠的影響。其一，對房地產行業而言，這將嚴重打擊市場信心。此前恒大、碧桂園的違約事件已經導致行業違約金額超過1300億美元。如果萬科出現無序違約或重組的情況，將會加速其他國資房企陷入困境，進一步推動房價下跌。2025年10月，新房價格二環比下跌0.5%。其二，對金融系統來說，萬科的巨額債務涉及眾多銀行、保險公司以及境外投資者，美元債超過70億美元。一旦違約，很可能會引發信貸收緊、壞賬增加，甚至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。目前，萬科的境外債券價格已經跌至困境水平，投資者們已經開始準備聘請顧問來商討重組事宜。其三，對經濟和社會層面，房地產行業曾經對中國 GDP 的貢獻率接近25%。如今的危機已經嚴重拖累了消費和就業。萬科的項目廣泛分佈於一線城市，保交樓的壓力巨大。如果萬科倒下，將會加劇青年失業問題，引發樓市恐慌，影響數百萬購房者和供應鏈企業的利益。其四，對政府政策而言，萬科的危機暴露了北京救市努力中存在的問題。過去政府通過制定白名單、降低利率等方式刺激市場，但效果並不理想。萬科的危機考驗着市場化的底線，政府面臨着一個艱難的抉擇，是出手相救，還是讓企業進行重組。目前，萬科正在積極召開債權人會議，爭取債券展期需獲得90%債權人的同意。短期內，萬科將依靠資產出售和股東借款來維持運營，但如果銷售情況不能回暖，重組或違約的風險依然很高。最糟糕的情況是，萬科有可能成為中國史上最大的企業重組案例之一。萬科的命運堪稱中國房地產市場能否實現軟着陸的重要風向標。政府是否會在最後一刻出手相救呢？讓我們持續關注。感謝大家的收看。對於萬科的危機，你是怎麼看待的呢？你認為萬科會違約嗎？還是政府會出手救助？歡迎在評論區留言討論。咱們下期再見，拜拜。